各位聽眾你好，歡迎收聽陽光大道。我哋呢個 podcast 係喺美洲時間逢星期一朝早推出。我哋嘅節目有3個環節，分別係健康生活、社會透視同空中花園。而家我哋有健康生活。各位聽眾早晨，歡迎大家繼續收聽我哋個健康生活環節。早晨嘅各位，早晨大家。今日咧，我哋咧又繼續講我哋呢個食物嘅金字塔啦。因為今年推出一個最新嘅食物金字塔，我哋講一講我哋嗰個蛋白質啊。因為佢將嗰個蛋白質咧擠到嗰個金字塔最底嗰度咧，好似好多份量啊。其實 Peter，你有咩見解咧？嗱，你有幾個方法啦，因為有啲人係食素，有啲人係食雜嘅，咁你嗰個分別咧就有啲唔同咗，因為點解咧？你食雜咧就有肉類可以食，有魚可以食，係咪？咁嗰啲咧就可以加咗蛋白質啦。咁你食素嗰啲人咧就冇咗呢個問題。不過有兩種食素，一種係 vegan， 第二種係 vegetarian， 仲叫做 ovo-lacto vegetarian， 即係食 dairy 嘅蛋類嗰啲嘢。咁所以有幾種啦。咁我自己本人咧就係叫做 vegetarian ovo-lacto 啦，即係食蛋類同埋有 dairy 嘅。咁點做法咧？我就盡量咧就係諗下 ，OK， 如果我可以 increase 咗我啲 protein 嘅咧，咁係有食蛋啦，可以滴食多啲蛋。咁都有啲人唔中意食 cheese， 我中意食 cheese， 所以 cheese 冇問題對我嚟講。咁到豆類啦，咁豆類咧就好多種豆類啦，咁你可以有啲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去煮豆類，同埋啲 nuts 果仁。咁最好嗰啲果仁咧，唔好話啲花生喎，花生唔係果仁嚟嘅，所以花生唔可以當係果仁。咁你果仁係咩咧？嗰啲 almond 係咪？合桃啊，你啲杏仁啊 ，Macadamia nuts 啊 ，walnut 啊嗰啲咧就係多啲 ，OK。咁所以嗰個方法咧就可以對素嚟講咧就可以食到嗰啲嘢。不過你 process 咗咧就唔好話嗰啲 processed food 啦 ，processed food 咧就冇咁好。所以你如果買素去超級市場買嗰啲喺嗰個雪櫃裏邊嗰啲素類嗰啲嘢咧，麵筋啊嗰雜嘢咧，就對我哋身體實情佢嗰個 process 咗咧就冇咁好，因為多鹽係咪？因為佢要 preserve 咗要多鹽，所以嗰個問題咧就少咗。所以你最好咧就跟翻 whole food 個方法 ，concept of whole food 係咪？即係自然嘅果仁啦。其實我又問一問你個問題啊。其實嗰啲 almond 咧，嗰啲杏仁咧，因為我哋買翻嚟咧係生嘅，原來真係佢焗咗佢好啊，定係 deep fry 佢好咧，炸咗佢好啦，煮熟佢啊嘛。當然焗好啲啦。不過你買嗰隻咧有啲加鹽嘅，你睇住喎，加鹽嗰啲 roasted 嗰隻咧，嗰隻咩 honey roasted 嗰隻好好食，不過咧就多咗好多嘢，所以最好咧我食親嗰啲乜都冇，係咪係 plain 嘅？係啊，乜都冇嘅。因為如果你有啲甜咧，又有 sugar 啦，鹹又有鹽分啦，都係加工咗啦，變咗你明唔明啊？呢啲叫加工食物啦。OK。咁當佢最緊要係咩啲咧？佢嗰個食咗多啲蛋白質咧，就你可以 control 到你嗰個血糖啊，唔會話上落太高，同埋咧你嗰個蛋白質可以係消化係慢咗啲咁多，咁慢咗就喺個肚裏邊咧就耐咗，喺個胃裏邊耐啲，咁就唔會話成日肚餓嘅方法，因為食澱粉質多咧，澱粉質就排斥得好快嘅，咁你就話我肚餓啦，咁慢食係，咁所以如果係你食嗰啲蛋白質多啲咧，就係會慢啲咁多消化，冇咁容易肚餓係咪啊？係啦，同埋咧老人家咧，你個肌肉衰退咧，食多啲澱粉質咧，就會令到你可以 build 翻你自己啲肌肉。唔係澱粉質係 protein，蛋白質係啦。OK， 當然要運動啦。你話唔食咗之後就有 muscle 就唔可以咁做法㗎啦，係咪？係啦，有啲人咧就覺得咧，哎呀食極都唔飽喎，咁樣。咁有時我都間中咧snack 嘅時候咧，都攞啲果仁食下嘅。當然係自然嘅果仁啦。頭先你講到食果仁咧，都可以控制到你嘅血糖啊，唔會升高得快啊，同埋可以有啲 satisfy 啊，有啲口感嘅作用咯。你唔會亂咁去炒嘢食咯，都幾好嘅。咁同埋佢咧，就算係可以食肉類嘅朋友咧，佢都係話極力係推薦你係食啲高
質素啲嘅，即係唔好係即係又係唔好買啲醃製啊，係預製咗嘅肉類嚟食啦，又係。係咯，係啊，呢個係真嘅。凡親預製過嘅嘢都唔健康嘅，最好咧係自然嘅嘢食啦，即係要去煮啦，唔好貪方便啊！出去快餐店食嗰啲都通常都係醃製多嘅 ，OK？ 唔係醃製咧就炸過嘅嘢咯 ，OK？ 咁今日我哋時間就差唔多夠啦，我哋留翻下一集再繼續講啦，再見。拜拜。拜拜。嚟到社會透視嘅時間，我係思熟。最近喺美國發生嘅一宗空難呢，雖然只有2名機師喪生，70幾名乘客呢只係受傷，但喺資訊上嚟講呢，可以話係有互聯網資訊之後呢，最完全由網民主導集合資料最齊最快嘅一次啦，亦都對主流新聞媒體嘅報導影響最快最全面嘅一次。其實喺網上追蹤飛機呢，已經有20幾年嘅歷史，最初係由美國 FAA向某幾大公司咧就發放資料，當時咧就仲有5分鐘嘅延誤啊，話係為咗保安。咁某啲私人飛機資料上網要蒙蔽嘅規定咧，亦都係當時訂立咗個制度。咁到而家唔係 FAA 發放資料咧，都繼續實施到一個程度嘅。咁後來航空科技有咗 ADS-B 嘅出現，就唔再係靠雷達探測飛機，而係每一架飛機都要裝一個自動每秒多次發出自己身份同位置、高度、速度等等嘅資料，咁就變成咧任何有 ADS-B 接收器嘅人咧都可以收集資料，然後就發上網。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其實唔係雷達嘅 Flight Radar 一類嘅網站出現啦。咁5分鐘嘅 delay 亦都變成唔可能啦，變成得幾秒啦。咁而飛機追蹤網站咧就係要全世界去揾 volunteer， 俾佢哋咧送個接收器俾佢哋，又換取佢哋咧長期將附近飛機嘅信息就傳翻俾公司嚟處理同喺網上顯示出嚟啦。咁一來咧 ADS-B 咧就除咗顯示空中嘅資訊咧，亦都可以睇到地面飛機滑行嘅資料喎。甚至雖然喺美國唔太流行，但係外國好多嘅咧就係機場地面嘅車輛咧都裝埋 ADS-B 嘅發射器。咁啊除咗網民見到啦，機場控制塔監察都比較方便嘅。咁而另一方面咧，航空交通管制 ATC 嘅無線電對話咧，原本就要買部特別嘅收音機啦。咁20幾年前咧，又係開始有 liveatc.net 一類嘅網站咧，就收集全球各地 volunteer 提供呢啲直播上網，咁可以即時收聽啦，亦都有 archive 嘅。咁雖然唔一定齊全啊，每次出事之後咧，有人識揾出嚟咧，亦都好有用噶。例如今次地面嘅相撞事件咧，知道控制塔同飛機同救火車嘅對話就好有用啦，大概都知道邊個無辜邊個錯啦。咁啊到近年咧，流行咗 YouTube 直播啊嘛，咁咧就有人長期將 ADS-B 嘅資料就同 ATC 就合併埋一齊，再咧係 feed 入去咧個 Flight Simulator 嘅軟片嚟直播添。後來就更加有人啦，全職去機場附近咧就直播飛機升降，再配埋自己帶去嗰個 ATC 收音機咧，就每個禮拜做幾日，就靠網民打賞，有時仲出埋埠做直播添。咁除咗呢幾種科技之外咧，近年又有好幾個嘅 YouTube 頻道咧，就係專做事件嘅剪輯，就將啲有趣或者備受注意嘅 ATC 對話咧，再配上字幕，加埋咧 ADS-B 追蹤資訊嗰啲嘅地圖顯示出嚟，就整成條 YouTube 嘅短片啦。都好多人睇噶，又有人打賞，又有人交會費入會啦。咁所以咧，今次紐約機場喺夜晚11點幾發生意外之後咧，好多 YouTube 嘅頻道咧已經好快咧將 ATC 對話配上機場地圖同啲飛機移動位置咧就整晒出嚟。咁北美媒體咧第二朝一早已經可以用到啦，報道嘅資訊咧已經都好準確下啦。到 NTSB 開記者會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唔使再提供任何基本資訊，而係集中提嗰啲網上資訊冇嗰啲細節啫。咁所以咧，而家嘅空難新聞報道咧已經進入咗一個完全唔同嘅時代啦。各位聽眾早晨，Megan 添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Megan 牧師早晨。各位聽眾早晨，大家好。上一集我哋講到掃羅個仔約拿單，佢係一個敬畏耶和華嘅人，而且咧拎兵器嘅人咧，亦都係一個有信心、時時祈禱嘅人。佢哋兩個人咧就誠心向住過去引導佢哋列祖嘅上帝懇切祈禱之後咧，就偷襲敵軍嘅營地啦。係啊，及至咧走到近敵營嘅時候，佢哋兩個咧故意讓敵人睇得見。非利士人咧就輕妙咁樣講啦，希伯來人從隱藏嘅洞穴裏邊出嚟啦。於是咧就對佢哋講啦，你哋上到嚟呢一度，我哋咧有一件事咧要指示你哋。其實咧呢句說話係呢個非利士人嘅意思咧，就係要懲罰呢兩個膽敢上山嘅以色列人。但係呢句話卻正係約拿單同埋佢嘅同伴所預定嘅記號。佢哋認為呢個係耶和華上帝必定使到佢哋工作順利嘅憑據，於是佢哋避過呢啲非利士人，另外取咗一條隱蔽而且難行嘅路。呢條路係非利士人以為冇人能夠飛越嘅，所以防範唔係好嚴密。呢兩位勇士就係咁樣入到佢嘅營地，當哨兵睇到佢哋嘅時候咧，佢哋驚慌失措，嚟唔及抵抗，就俾佢哋殺死咗啦。天上面嘅使者保護咗約拿單同埋跟從佢嘅人，有天使喺佢哋旁邊幫助佢哋作戰。就係咁樣，非利士人咧就喺呢兩個勇士面前崩潰啦。係啊，嗰陣時咧大地震動，如同咧有大隊兵馬啦同埋車輛咧衝過嚟咁樣。約拿單咧就認出呢個係天上嚟幫助嘅記號，連咧非利士人咧都知道有上帝為以色列人施行拯救。營內啦同埋營外嘅非利士人咧都甚係戰驚懼怕，佢哋喺慌亂之中咧將自己嘅士兵認作為敵人，所以咧當時就起咗互相廝殺嘅情景啦。冇幾耐，戰場嘅喊聲傳到以色列人嘅營入邊，掃羅王嘅守望兵睇見非利士人嘅軍隊退亂，人數減少，就嚟報告。嗰個時候仲唔知道係希伯來人營入邊有乜嘢人出咗去作戰。經過點名之後，就知道只有約拿單同埋拎兵器嘅人冇喺營中。掃羅睇到非利士人大敗同埋慌亂嘅情形，佢就領導自己嘅軍隊去參加攻擊。係啊，而當時咧從前逃亡啦或者投降仇敵嘅希伯來人咧，而家咧都轉嚟咧攻擊呢啲非利士人。嗰啲咧藏喺山洞裏邊啦，好多人咧都出嚟咧追殺呢啲嘅非利士人。而當時非利士人咧被擊潰，掃羅嘅軍隊咧就大大擊殺佢哋。掃羅王決意要盡量利用佢嘅機會，就魯莽咁樣命令佢嘅士兵全日都唔能夠食嘢，並以嚴肅嘅咒語加強佢嘅禁令。佢係咁講：凡係唔等到晚上最向敵人報完咗仇就食乜嘢嘅，都必定受到咒詛。原來呢場戰爭喺掃羅仲未知道，亦都冇參加嘅時候咧，已經係勝利咗啦。但係掃羅咧，佢希望藉住呢個敵軍完全大敗嘅情況之下咧，嚟到顯揚自己。係啊，呢個咧禁止人食嘢嘅命令咧，係出於掃羅自私嘅野心，並且咧顯明佢為咗滿足自高嘅慾望，就唔關心咧百姓嘅需要。掃羅咧用嚴肅嘅咒詛嚟到堅定佢嘅禁令，呢個顯明佢咧非但係魯莽，而且咧佢係傲慢嘅。佢咒詛嘅話入邊，正足以說明掃羅王嘅熱心乃係為自己，而唔係為上帝嘅尊榮。佢聲稱佢嘅目的唔係使到耶和華可以向佢嘅敵人報完咗仇，乃係使掃羅王佢自己可以向佢嘅敵人報完咗仇。各位聽眾，今日時間已經夠啦，我哋大家下次再見啦，拜拜。陽光大道嘅 podcast 係由美國加州 Temple City 嘅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羅省粵語教會製作，可以分別喺AWR 嘅各個管道收聽同 subscribe 訂閱。
包括蘋果機嘅 Podcast App、iTunes， 仲有 Google、Spotify、Amazon 等等。我哋仲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oulevard 陽光大道粵語 Podcast， 大家可以撳 subscribe 訂閱。我哋仲設有 Facebook 專頁，你撳咗 like 即係讚，就可以每個禮拜睇到我哋最新一集節目嘅消息。呢個專頁嘅網址係 facebook.com/Sunshine Cantonese。好，我哋下次再見。